九龍城點心遇到大難題，原有頂部軌位完全裝唔到傳統自動門。今日全師傅上門現場安裝磁懸浮自動門軌道，傳統門要大量頂部空間。呢款磁懸浮完美避開空間短板，三大優勢餐飲鋪超啱用：一、質量更加耐用，大幅節省頂部軌道空間，窄位都裝到；二、開關滑行超絲滑，無卡頓；三、磁懸浮無機械摩擦，運行超靜音，唔要食客用餐。全師傅一氣呵成安裝完畢，行雲流水搞定整個工程。老闆親自反覆測試開關，驗收大讚滿意，門面質感直接升級。全港各地點心店、茶餐廳、商鋪自動門安裝，維修故障需要報價、上門測量，隨時評論區留言聯繫全師傅。請關注我，全師傅帶你了解更多智能家居資訊。